我哋而家嚟到全亞洲最大嘅美術館。今集會帶大家行晒所有嘅展館，最後會有建議路線、重點打卡位，仲會教你點樣免費換門票添，記得唔好行開啦！精彩內容盡在余夫人 Channel。深圳文化藝術新地標深圳國際美術館終於開啦！每個人都想一睹美術館嘅風采，隔離係科學館，可以一齊打卡。無論日同夜，美術館同科學館都一樣咁靚。深圳國際美術館，我哋嚟啦！真係好難先班到一張飛，因為咧呢2個禮拜啦，幾乎 weekend 咧都滿晒噶啦。咁如果大家想要飛咧，可以去光明美爵酒店買套票，先到先得啊！呢個嘅優惠非常難得啊，好興奮啊！呢個呢就係唔同展館嘅導覽時間表。左手邊嘅前台呢，後面嘅 background 已經令到哇一聲啦，真係好藝術啊！呢度嘅建築美學設計都值得慢慢欣賞，無論任何一個位都好值得影相。而家等我帶大家入場參觀啦。而家呢係時間嘅11點左右啦。呢個位置呢係成個展館最重要嘅打卡位嚟嘅。後面呢個呢就係縮細咗好多倍嘅太陽，上面嗰啲粒子啊都可以清晰可見啊！喺太陽嘅對面呢，就係宋冬嘅世界之窗啦。佢係擅長將嗰啲好舊門啊、窗啊整成一個藝術品，入面呢擺咗好多好現代嘅一啲電器啊等等，都幾特別。雖然呢度地方好大啦，但係喺適當嘅地方呢，展出咗一啲嘅裝置藝術，好似一個復活蛋咁樣。我哋先入去新年睇下啦，呢個亦都係呢成個展館呢比較重要嘅一個藝術品。呢個藝術品係咪可以坐㗎？有張凳喺上面，栩栩如生喎，成個展品都。跟住帶大家去大師之境啊！呢度呢有莫奈嘅真跡睇添啊！行完2樓，我哋就繼續上3樓。3樓望落去呢都幾靚㗎。我諗10個有9個嚟美術館嘅都係為咗國寶歸來展，呢個係圓明園獸首海外回流文物嘅特展，亦都係開館嘅重磅大展之一。好難得可以睇到7尊嘅圓明園獸首，4個係真品，3個係仿製品。佢哋原本係圓明園海晏堂水瀝中噴泉嘅構件。1860年英法聯軍劫掠流失，8年之後陸續回歸，見證咗國運嘅興衰。手秀展嘅出面呢，有一個賣文創嘅地方，我哋梗係過去睇下啦。兔仔、帆布袋，小朋友應該好中意。想買個兔手喎，79蚊。去到4樓西區，呢度都有一啲嘅裝置藝術可以欣賞。
呢幅畫貴啦，24K 啊！跟住我哋嚟到5樓，如果帶小朋友嚟呢，呢個展覽必須要去啊，因為有好多互動嘅環節，大人同小朋友都樂在其中。呢個係其中一個必睇嘅展覽，叫做天書，用4年時間創造咗4000個仿漢字，睇落以為係識呢個字，但其實呢係冇意思嘅，每一個字既熟悉又陌生。而地書呢，就係小朋友同大人都睇得明嘅，全部都係用 emoji 整噶。呢幅畫前面就好似係一個山水畫，而後面就係用一啲再造紙去整成嘅。睇嘅時候真係好震撼啊！用唔同嘅 label 整成一首詩。我而家砌緊首詩出嚟。最後睇埋呢個鳳凰，用唔同嘅工業廢料做成一個好大嘅鳳凰裝置。我覺得隨兵展係呢個美術館必睇嘅3大之一，下一個展絕對會令你哇一聲。呢個展館係必須要過嚟打卡，因為實在太出片同埋好特別。呢個就係艾利亞松嘅聚合彩虹，遠睇呢，呢度好似落緊雨咁，行到入去呢，哇，彩虹啊！我身後呢個呢，就係扎多克嘅我見過但從未謀面的人，總共有1萬個人啊！呢個呢，係佢之前遊歷世界影低嘅路人相，然之後呢，佢將呢啲路人再整成一個個嘅小人物。唔知你又會唔會喺入面呢？扎多克其中一個作品就係黑色田野，好特別嘅就係喺呢度睇呢，全部都係黑色嘅植物。然之後我哋行過嚟呢個位置，不知不覺間黑色嘅植物呢已經變成彩色啦。世界上有好多嘢呢都有兩面嘅。呢度就係空中花園啦，建議大家可以連埋周邊嘅景點一齊參觀。等我俾光明美作酒店嘅附近景點同埋美食俾大家參考一下啦。最後我講多少少比較少人知嘅事同埋經驗分享俾大家啦。美術館起咗1年就完工啦，有啲展呢頭1、2日都有開放，第3日就唔俾入啦，應該係驚啲小朋友破壞啩。聽講7、8月暑假期間夜晚都會開放，臨離開館嘅時候，如果需要2次入場，一定要先登記，建議買通票，因為好多展都值得去睇。雖然附近有餐廳同埋小食店，但係供不應求，最好先食完飯再入場。週末建議先衝獸首展，如果唔係咧要排好耐隊先入到場啦。講咗咁耐，俾啲小貼士大家啦。首先就係最佳嘅參觀路線，每個展覽嘅最佳拍攝位，仲有一啲實用小貼士。我哋就喺呢個位離開，然之後呢出面呢有好多嘅嘢食，好多人啊！頭先有啲 souvenir 賣，我買咗你已經。哇！仲有飯團食啊，仲有少少飯團食。8塊錢啊嘛！呢度有間 cafe 買1送1，連續嚟咗2日拍咗好多嘢俾大家，希望大家中意今次嘅分享啦。如果中意就俾個 like、share 同 subscribe 魚飛人 channel，下次再見，拜拜。